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4月1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1篇第9节到16节，以赛亚书54章第9节到第10节，希伯来书第2章第10节到第1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成圣。上帝向摩西显现，当摩西要就近他那个焚而不毁的荆棘的时候，上帝告诉摩西说，脱下脚上的鞋子，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。圣经也有多处告诉我们，上帝是圣洁的，因此我们要圣洁。如同彼得前书第1章16节所说的，你们当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基督徒的成圣不但是自己要去追求，更是上帝的恩典。怎么说呢？旧约圣经提到的圣别，在原文当中是被动形态的，就是说被拣选的人是被上帝称为圣的，因为人自己是不洁的，无法让自己成为圣洁。就如同以赛亚书54章第9节到第10节先知书所提到的，在挪亚的时候，我曾应许不再以洪水淹没大地，现在我应许不再向你发怒，不再惩罚你，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我对你的慈爱永不动摇，我平安的约也永不改变。爱你的上主这样宣布了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应许大水不再淹没，不再生气，不再责备，都是出自于上帝的主动，不是人的能力所能及的。成圣的观念就是成为完全，然后像上帝一样，这是基督徒的目标。希伯来书第2章第10节到18节提到的这个成圣的概念。经文这样说道，那位创造和维持万有的上帝，使耶稣经历的苦难，成为完全，为要使许多的儿子一起享受他的荣耀。上主这样做是适当的，因为耶稣原本带领他们进入拯救的先锋，他洗净人的罪，他和那些得到洁净的人同有一位父亲，所以耶稣不以认他们做一家人为耻。他说，上帝啊，我要向我的弟兄姐妹们传扬你的名我要在全会众面前歌颂你。他也说，我要信靠上帝，又说，看啊，我和上帝所赐给我儿女都在这里。既然这些儿女都是有血肉的人，耶稣本身也同样取了人性，这样由于他的死，他能够毁灭那掌握死亡权柄的魔鬼，并且释放那一些因为怕死而一生处在奴役下的人。很明显的，他不是帮助天使，而是帮助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所以他必须在各方面和他的弟兄姐妹相同，在上帝的面前做他们仁慈而可靠的大祭司，好使人的罪得到赦免。因为他亲自经历过被试探、受折磨的痛苦，他现在能够帮助那一些被试探的人。11节他与提到的那个成圣的概念，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，他说他洗净人的罪，他和那些
得到圣洁的人同一位父亲。这更是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救恩来使人得到洁净。因为耶稣基督成了大祭司，也成了人们自己为了自己拯救这样的一个需要而成了献祭，将复活的救恩赐给世人，使所有相信他的人能够得到救恩。诗篇31篇第9节到16节，上主啊，求你以慈爱待我，因为我遭遇患难，我的眼睛因哭泣红肿，身心也都衰残。愁苦耗尽了我的生命，忧伤缩短了我的岁月，患难使我的衰弱，我的骨头也都枯干了。所有的仇敌都戏弄我，左邻右舍都讥笑我，连那些知己的朋友也都怕我。他们在街上遇见我就一一的躲开，大家把我忘了，把我当作死人，我像是被丢弃的废物。我听见许多仇敌在窃窃私语，周围充满着恐怖，他们阴谋陷害我，要夺走我的生命。然而上主啊，我信靠你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永远在你的看顾当中。求你救我脱离仇敌和迫害我的人，求你用慈爱待你的仆人，你有不变的爱，求你救我。感谢上帝赏赐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使我们能够得到洁净。愿主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维持圣洁的生活，来亲近圣洁的主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